个头敢要检讨，唔免吼，有够简单的着。哈？这个头简单着。无，真难。无。凭良心。你俩真难呐！你俩真难。无良心要叫做难。对一条都难，来，你甲我扫出来，我出的啦。每一条都做啦。哎，我出的啦，这条啦，你甲我讲。我唔敢讲啦。不要委屈恶势力。好来，咱开始哦。对，来开始了啊。老师啊，你会大家好咧？啥物？你也未讲大家好。你未记是了？你安尼啊？你手拍用 Action， 这个嘞，这边那个原来不见的，那笔不见的。对呀。哎，要睡觉。没错，对，要睡觉。他换个地方正我。啊，坐到旁边又睡觉。来，各位同学来了。老师说啊！到大声，各位同学来了。老师啊！第一阵都无招。大家好。来，来给你讲第6章，好，地球内部变动，还有地方，咱讲你的正坡，你看水坡是横坡，对不对？可是水波只能在它的表面传递，水波的横波不能传递下去。但是你水中为什么可以听到声音？因为声波传递进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于声波也传播，纵坡也传播，横坡啊，纵坡，横坡，声波与纵波啦。哦。好，声波与纵波，纵波才能传递液体。等于对于固体，横波跟纵波都可以传递。问题是横波跟纵波波数不同，所以你地当你有感觉讲，有当时会上下摇摇的，来就变做左右摇，有的时间差掉了。迄个横波跟纵波传到你这个地点的时候，伊的时间有差别。好，当然这经过严密的计算，甚至我们还分成3种波类 ，P 波、S 波、L 波。这种很复杂的分析，咱没学啦，一下，但是科学家经过仪器的分析，一个去验出地球内部，先知道密度，再从密度知道可能有什么物质，然后它根据这些资料，我们把地球分成3层。好，分对3站。来，上外口第1站。那个地壳、地皮，好，来，中这站地肉，地海，内底这站地核。来，我都有讲过，科学家是经过什么物件，改分做这3站。波，对啊，是波知道它们什么不同？速率，位置，这3个分成3层，是根据什么？我讲过啊，比如讲咱人可以用年纪来分成什么老年人、中年人、年轻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按性别分成男人跟女人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一种分法，一定有它的依据嘛。科学家依据什么把它分成这3层？大小，深度，无啦，深度是安怎？深度个我变定啊，是安怎地壳要薄，无咱个深度个平均除以3就好啊。安尼讲嘛是对。
对无？啊，加地壳加薄，地壳35尔呢，35公里呢，平均厚度35公里。这个就是这个就皮肤。会记啊，这要记得哈。根据组成物质的性质，这是化学成分，哦，不是根据状态哦，不是根据它是液态固态哦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底下讲的岩石圈、软流圈的分法，就是根据它的状态来分。但是分这三层是根据它的组成物质，组成物质。来，咱地壳，这我补充的啦，吼。但是我要讲组成物质不同，我补充这里免提。地壳的物质，来你会记得无？咱理化有2轨，地壳内底什么元素上最？第一名是啥？氢。不是氮。后面几条，地壳组成的元素最多的，那我们看的正确答案。铁哦。啊？铁。铀啊。铀氧。有没有想起来了？无。第一名是铀哦。第二名呢？碳。二氧。SI 是啥？硒啊。所有的细胞风也去了，我20年前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念清华硕士，然后我们那时候跟北京的清华大学做交流。20年前，两岸做这交流哈，我修课的时教授是迄阵的模大代表，进博模大代表啊，伊甲北京那边的高层吼关系真好，啊伊就带阮去甲北京去交流，好啊我一位迄个硕士研究生去甲因交流，啊，去看因报告吼，我听着一个啥物一个元素吼，伊直报一个元素叫做硅，啊，佮一直讲，啊，我周期表有无听过硅？啊，啥物叫硅啊？我看书面。对啊。有无？你周期表有看这元素无？无对无？啊，佮定定看着，结果我知。是看英文，咱叫硒叫硅啦，咱叫硒，我们为什么把它取作硒？就伊的音啊。为英文的发音对无？元素法发音，因想要取作硅，硅右边是2个头，头内底这是第2座。所以头内底做侪硒对无，做侪 SI 对无，所以他们从意式改取作硅，咱为音改取作硒，所以咱两边中文，拢用中文，但是用的字无共。互伊个二氧化硅，我唔知硅啥物，抗议第3名嘞，我唔知啊，麦克问啊，老师麦克问啊，我真正唔知啊。第3名是金属，提示第3名是金属，所以伊第3名，但是伊是第1名的金属。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。银。金哈，这金无较贵啊。阿鲁米啦。阿鲁米啦，合金哦。铝啦。铝。这金无加你啦。我唔知啊。金铝化无加这啊你啊。应该有吧。所以地壳内底，想要氧啊起来，因为它是 SiO2 的那个负离子，正离子都是铝。这是岩石的化学成分，含铝的细酸盐。给你所有2轨咱的岩石，包括什么花岗岩啊、玄武岩啊、安山岩，主要的成分都是含铝的细酸盐类。虽然它们矿物成分有异，但是化学成分大概都是这个，所以才会第1名是氧，第2名是硒，第3名是铝。
但是到地海，就无共啊，对无共，这相共，但是这个铝去换掉，换做对一个金属，这正离子一定是金属的，换做对一个金属，被这2A 组为镁，也就是含镁离子的细酸盐类，它形成的岩石叫做啥？叫做橄榄岩。所以橄榄岩这种物件，在地表都罕你看到，因为它是地盘的岩石。有哪里有？花嘞，夏威夷火山。夏威夷。好，我们之后讲到板块，我会跟你讲夏威夷火山为什么这么特别，为什么全世界的火山都在板块的边缘，独一座全世界最大的火山夏威夷火山，居然在整个最大板块太平洋板块的正中间。好凶啊！地球为什么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？有火山呢，是啊。这个人当时很好奇哦，这上面总共啊，地球95%以上的火山全部在板块的边缘哦。结果全世界最大的一座火山，居然在全部最大的一个太平洋板块的正中间。有可能是两个合并啊。那个有人去给报起来。这个谜哦，科学家也是解了很久，包括看夏威夷的群岛上面研究它的岩石为什么这么多橄榄岩，它是比起地球地函内部一个往上喷射的一个热对流，把地函物质往上打穿了太平洋板块，整个把太平洋板块打穿一个洞哦，然后喷发出橄榄岩，到现在还在进行。所以夏威夷群岛很特别，它一路产生好像一条直线，而且现在新生的还在海底，还没冒出来。想来安内做简单，地函那个喷射对流是固定的，但是太平洋板块是会动的。迄个你啊一支琴安尼吼，你琴无动，靶子咧动，迄个靶子的太平洋板块，迄个琴对吧？对啊。内部的热对流，所以太平洋板块一路移，它一路打哦，打的旧的山已经移过去了哦，它又打出新的来。所以他们很整齐的太平洋，那个夏威夷群岛排列就是这样一直线排下来，而且它的岩石由旧到新，都是一代一代这样传过来。它新的已经在打。儿子的儿子的儿子。二来，地核嘞，地核是啥物物件？地核。岩浆。热。烧的。金属，它就是铁跟镁的金属。它没有后面的细酸盐的，所以组成物质的不同，它是组成物质的不同来区分的。爱瓦高来，咱的地壳平均35，但是伊的厚薄差异很大，伊会让分做海流，第6，海洋地壳平均厚度只有7公里，另2个嘛，它主要由玄武岩构成，到地壳主要花岗岩构成，所以它的平均厚度可以到40几公里，平均起来35，平均起来35，所以厚薄差异很大，但是整个35是很薄的哦。所以你看课本画一粒鸡了，伊讲2型像迄地核，2氢像迄地函，2卡像迄地壳。你感觉这个比例尺敢对？我来讲这比例尺2卡的部分差异真大。你若按照这个比例，6000比35，这多少啊？100%，蛋壳有占比例那么小吗？没有啦，你顶多那层蛋膜差不多啦。
啊，地函偌高？来，你详细你也免记，你敢若记一半，佮减一丝啊。地核就是一半佮加一丝啊，安尼知道无？啊，详细的还有啦，有没有？来，抄课本。地函到2900，好，地函到2900，是不到3000，好，不到3000。你后壁有啥物问题，我来让你先讲。老师，还是你要发表的？老师，迄个地壳甲地表有啥无共？地壳跟地表有啥无共？地表，那公有看地表，地表的，我们没有定义地表这一种专有名词啊。我们地表只是就是在最表面的表层的这些东西而已。那我们盖房子挖是地基是地核。你讲。我们盖房子挖是地基是地核。我们海洋地壳会挖穿啊，因为我们如果可以挖10几公里的话，我搁问你一个问题，乌坎要创啊？啊？乌坎要创啥？啉水啊？挖洞。我讲过啊。盖房子。你有啥物要发表的？好牛，你先讲好无？来，我等你讲了，还是你要起来讲？讲煞吗？无啊哦。上好买啊！咱想要要乌遐前面卡，试看卖。一定为着趁钱。啉水啦，啉水。石油。要乌啥？石头。矿产啊，不是乌石油，就是乌钻石。矿物啊，金属矿物是什么？海底有没有油田？有哈，所以我们会在海底钻油井嘛，有海面油井啊。海底啊。去钻海面油井就是钻到海底的啊，就是要钻到海底的。所以当然你要在海去钻比较困难啊，比较困难啊。但是总之我们地壳当然部分部分有钻到啊。那其实为什么地核跟地函，或是地函跟地核之间，咱得让它分这么清楚的分层？可以分清楚分层，可以说它在每一层的转换之间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面，就这一个界面过去，就整个性质换掉。其他的界面是模糊的，可以讲伊物质是慢慢变换过去的。安尼你就无可能有遮清澈的讲哪一个深度就是到什么。所以这还有一个名词，我讲你们抽参考，这个不用去记，叫做有一个这个古氏不连续面跟末氏不连续面，它其实就是地壳，一个就是地壳跟地函的交界面，一个就是地函跟地核的交界面。所谓不连续面等于说，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，过了这个界限，全变了，就全变了。你要知影就是，我是根据组成物质的性质。迄内底有空气吗？迄内底有空气。哎呀，有空气无？空，无啦，内底遐烧拢规个气化去啊。好，再来咱讲到。上面一个岩石圈，
加软流圈，好，这边枪仔该塞搞混。你讲我想要分地壳、地函、地核，个分岩石圈跟软流圈。这两个就是依照它的状态来分。岩石圈大约从地表开始，你讲的地表的最外面啦，哈，最外面开始往下，大约100公里。软流圈大概200到300，啊，200到300。岩石圈就是咱刷来要讲的板块，中港的意思，用中文字的问题来讲写。来，我问你，你讲。这个甲遐对照，请问你，岩石圈敢有包括全部的地壳？岩石圈是不是包括全部的地壳？可不可以这样讲？也许可以大部分，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地壳厚度35吧，岩石圈厚度100，所以岩石圈有没有包括全部的地壳？有啦哈，而且不止地壳，岩石圈还包括最外部的地函，对不对？最外部的地函，想完呢？因为最外部的地函是成固态的，作为板块岩石圈给讲，它没有可塑性，完全没有可塑性。你若卖把软流圈上做是水哦。软流圈，我举一个比较类似的例子，麦芽糖。你有吃过麦芽糖？麦芽糖。是迄个，咱无有咧饼中夹迄麦芽糖的，像棒棒糖安尼。我卖麦芽糖是固态啊液态？看起来丁丁哦，但是迄下固伊会慢慢变形，对无？好，软流圈有类似这样子，它不是水水的。它感觉还是那个感觉好像不会流动，很黏滞，但是你放久了，也慢慢啊挡，好，那个软流圈，好，那个就是软流圈。好，所以咱分层的安呢，所以来我们总结一下啊，整理一下，地壳、地函。地核是根据因的性质、化学成分来区分，然后岩石圈跟软流圈是根据因的状态、固态来分。等于讲岩石圈是完全没有可塑性的、刚性的，软流圈就是有一点可塑性，它是会相对移动的，啊。岩石圈包括了大陆地壳、海洋地壳，还有最外部的，咱讲外部地函啊、上部地函。软流圈当然全部都是地函，可是你看岩石圈加软流圈，嘛差不多300多公里尔。但是安怎这300多公里，虽然对这地球6000对来讲，我那是薄薄的一站呐，但这薄薄的一站。对我们的生活关系很大，为什么？早上会摇来摇去，就是它造成的。咱所有地表板块相对运动，地震的断层啊，火山爆发啦，上面中阳脊啦，上面有诶无诶啦，造山运动，
全部拢是岩石圈跟软流圈的相对运动所造成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板块构造学说。好，咱剩一点仔时间，咱先来看163页。全世界分成7大板块，来，咱先把这7大板块来省一下。你为全世界各大洲来省，比咱上近的开始。菲律宾。海。菲律宾还有些小板块，咱讲为大板块。咱一边太平洋对无？一边欧亚对无？哦，欧亚刷落来。是不是下骹是印澳，个过是非洲，然后过大西洋、北美、南美，安尼6地啊。上尾一地是啥？太平洋南极。最南边的南极板块。然后安尼算会出来未？咱个算一下，太平洋板块、欧亚板块。印澳板块、非洲板块、北美、南美、南极，7个。内底上大的，就我都讲的太平洋板块，它也是唯一一个没有陆地的板块，没有大陆啦，好，有岛啦，好，唯一没有陆地，而且是最大的板块。你会发现哦，其他的板块都是有陆地也有海洋，所以板块的边界并不是海洋跟陆地的边界。好，板块边界并不是海洋陆地的边界。然后还有20几个小板块，好，20几个小板块。好，这里有够数的，咱存差不多3分钟，我先讲，因为这个课本都省略了，但是我用最后跟你们讲一个，它怎么形成板块构造学说。18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叫韦格纳，一直提出一个大陆漂移学说，他把南美、非洲发现可以像拼图一样拼起来，你讲还巧合啊？不是呢。山脉的走向也可以接起来，冰河的遗迹也可以接起来，甚至连古生物的遗骸接起来之后，这2个地方挖到都有亲戚关系。所以他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。他根据证据，他说2亿年前，我们现在所有大陆是结在一起的，叫做盘古大陆。从2亿年前，大家开始闹分裂，裂成现在这样子。他这个学说马上受到大家的抨击。大陆不是，不是飘在海上的呢？为什么会漂移？他自己也无法解答。于是他的学说一直到他死掉都没人理他，被封起来了。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发明一个声呐武器，为什么？要侦测潜艇。后来停战之后，声呐被拿来侦测海底地形。我来讲吗？1战、2战之前，海军上用的是对你讲，日不落国，你看，英国海军哦，英国海军这年做伟大的代志哦，他当时要把海底的地形图画出来哦。你不要啦，把海水抽干，无海底要看有。迄阵无声呐吼，伊叫海军吼，垂绳子、土法炼钢，吊重物、吊锚，垂绳子下去，垂到底的有感觉的，记一下绳子多长，再往前航行100公尺，照做。由点连成线，由线连成面，把全世界的海就这样子量过哦。你不要看100公尺哦，海洋多大？
而且他们量到日本旁边的时候，那个阿兵哥吓到了，太平洋的平均深度只有4000公尺，就他日本旁边的时候，那个绳子放了1倍长，还没有到底。伊愈来惊一个讲，哪有这深的坑啊？结果不是坑，原来航行到马里亚纳海沟，它最深1万多。然后声呐出来了，发现大西洋的中间有中洋脊，一座全世界最长最高的山脉，可是它在海底。于是海底扩张说就被提出来，大家才重新想起大陆漂移说。但是海底扩张说、大陆漂移说都有讲这个问题，就是讲动力来源是什么？好好的大陆为什么会移开？好好的海底为什么会扩张？最后，地质学家发现了软流圈的存在，提出板块构造学说，终于找到大陆漂移、海底扩张的动力来源，就是一介软流圈啊，一介软流圈。二单好这个，他来小概介软流圈。好的。